乌金学院发起接力予台湾的大游行，抵抗中国捍卫台湾主权。因为高雄出发步练9天，今仔日上尾一站来到台北，现场有真侪民众参与，希望透过行动，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咱台湾人的。 现场2000多个民众参与民间团体乌金学院发起的接力予台湾的活动，自11月30对高雄出发，12月初8礼拜上尾站来到台北华山中央艺文公园。有对外国回来的民众表示，即马国际真关注台湾，希望透过行动，让世界知影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也有带囡仔来参与游行的家长，希望让囡仔了解台湾的情势。像咱最近迄个联合国顶头2758的决议啊。 真可惜，国际开始支持咱，不过咱台湾国内有一寡人反对，这部分对国际顶头因会做 confuse， 因会唔知影讲吼，台湾人到底要啥物物件。所以我想讲，带囡仔为细汉的时阵就了解这寡代志，伊嘛是因真正将来嘛会使保护台湾。 伫上尾站的活动嘛发起青人白字的行动，招民众做伙摆出英语 Defend Taiwan， 呈现捍卫台湾主权的主张。乌金学院表示，即马真侪国际媒体、专家学者拢在观察，若是中国武力侵略台湾，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有偌济。创办乌金学院的立委辛碧荣表示，目前咱在国际发声的管道真少，希望透过活动，甲台湾主权的危机传唱回来。 我们现在对于公众的外交是比较缺乏的。如果我们这件事情不做好的话，中国其实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 TikTok 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去散播任何对台湾不利的消息，说台湾人其实想当中国人啊，台湾人其实对这个议题很明显的不想表态啊，台海的议题非常复杂，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募资非常重要的目标。辛碧荣嘛表示，乌金学院接力予台湾的活动，也会有一系列的行动，希望在2025年达成80间媒体学者的国际接待，嘛伫国外发起相关的宣传行动，进一步影响日本、韩国、欧美等等重要的国际朋友，互因了解台湾人捍卫国家的决心甲立场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